篇文害咗幾多人買錯嘢啊！成日見到啲 content farm 教錯晒人咧，我就會好嬲噶啦。歡迎嚟到100日髮型研究室嘅第一日。網上咧有好多媒體成日為咗點擊率咧，每日跑數，好多嘢未 fact check 過就會 po 出去。例如呢一篇文咧，佢就話髮蠟比髮泥有更強嘅定型力效果。首先好多年前我拍片都有講過，如果髮泥、髮蠟大家喺樽上面都係寫 stronghold， 佢同呢一副比較嘅話咧，一定係髮泥嘅定型力強啲嘅。因為喺成分嘅角度去分析咧，髮泥多數會有膨潤土、高嶺土同埋搭配少量嘅油脂或者蠟。黏土咧本身係有吸油同埋吸水嘅功能，所以搽完乾咗之後咧就可以由髮根開始幫你頂住，無論係支撐力、抗扁塌同埋蓬鬆度嘅能力咧都係比較好嘅。相反，髮蠟嘅成分多數會有蜂蠟、微晶蠟、石蠟、唔同嘅植物蠟、唔同嘅油分。當蠟加油包住你啲頭髮，一旦你嘅頭髮有少少落多咗太多油，如果你唔用打底嘅話咧，你個頭就會好易塌噶啦。即係等於你去買鞋，髮泥咧就等於一啲厚嘅鞋底同埋鞋墊，決定你個人嘅高度有幾多 cm， 企得穩唔穩。而髮蠟咧就等於鞋油，幫你對鞋變靚、有光澤、俾線條。想知點樣揀適合你嘅髮泥或者髮蠟？留言 choose 填份問卷，我哋就話你聽咩產品啱你噶啦。今日係100日髮型研究室入邊嘅第一日，我哋聽日見啦。